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翻数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到气色，我相信太太细细人就过好气色吼。无论即个可能嘛，为迄个为气色的一个人，其实睇眼的过头发动地方吼，假如有人喺表演气色的话，其实他人设置如果比上过一点下来看，你今日有想到来宾咯，係一個從事氣色有10公人經驗嘅來自我哋領導嘅小偏好。偏好咯，唔單止學氣色有10個人嘅同時，有千個百嘅表演嘅一個機會，還有一個經驗。啊，更加睇幾多嘅社團，同埋有一個技術社入邊做欣賞。我哋馬上分享我哋今日來賓偏好來到我哋現場，偏好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偏好。偏好我想問一下吼，從你這家一開始係路，乜個時間開始學氣色呀東西啊？我比較在大學的時候，就是參加了一個魔術的社團，那時候就是開始覺得魔術好像蠻有興趣的，就開始一直玩到現在。玩到現在。對。但是頭先我哋一開始講，你係來自聯絡嘛？係來自聯絡。你係咪同啲觀眾朋友睇有先了解一下，講你自家嘅一啲生平啦、特殊嘅過程啦，還有你哋聯絡嘅一啲生活經驗。來做聯絡上，來爸爸媽媽都是漢人，來就是大人科技大學畢業的，修管系畢業的。那就是會，就是那時候參加社團表演啊，他是一位藝術表演者。好，嗰時以前係讀休閒運動，休閒管理系。休閒管理系，嗰時休閒管理系其實以包含的內容幾多啦哈？有就是會蠻多，就是像以前就是有游泳啊、教練那些，或是飯店的行政人員啊，那些都會在裡面。等於如講休閒所有嘅方面嘅東西都有，可能係運動咧，好，可能係產業咧。好，可能喺其他方面。咁你幾時節以前的工作經驗係乜嘅喏？來做餐飲業的，餐飲業那就是以前在餐飲業待過，燒肉店待過4年的期間，那就是以前就是蠻喜歡燒肉店的部分啊，就是餐飲業工作，因為客人很多的時候就會一直忙，然後沒客人的時候就是會比較閒得下來這樣子，還也有在一些餐酒館上班過。從頭有講到講，即個睇燒肉店有打工，有做細個啦哈。咁你幾時節嘛講，你即係歸好燒肉店，做乜我歸好幾片嘅工作咯？幾片咪歸無閒啊？就蠻喜歡，就是在餐飲業的那種辛苦的感覺。怎麼會很喜歡餐飲業的辛苦？這因為歸貼片的，因為他跟你容易講哦，餐飲業很辛苦，對，唔習慣啊，怎麼會喜歡餐飲業的辛苦？喜歡的點在哪裡？就覺得我蠻喜歡跟客人做互動，因為就是也是做表演關係，喜歡跟客人去互動這樣子。那餐飲業的話，就是在於就是服務要好。那服務好的話，基本上就是有些客人真的，他不會烤這個東西，那我們去幫他做服務，他們給我們的評價，他說，這個工作這個人員，很好，表現得很好，那種評語，每次看到會自己在寫在上面，因為誰寫在上面之後就他們就很喜歡這樣子，就很開心。嗰時一方面都歸好同人互動啦，哈，一方面嘛歸好俾人本意的肯定的嗰種感覺。佢從這種嘅一種感覺係咩？因為看上來其實你這個妹的佢不是一個很怕生的人。好，如果你歸好同人互動一件事情，係咩因為你這個頭都有講係你哋特殊嘅時節有參加過氣色沙，好，然後同時嘛有表演有關係啊。有啊，就是在太后大學的時候，表演的部分，那也是因為有學長他們的讓我們的出去表演的經驗，那也是讓我們敢去跟陌生人去做互動去表演。那就算不管你表演的對還是錯，那錯的話當然就會覺得會很失敗，那我們會有一個挫折在那之後。我們會再去多練習，練習完之後再表演給不認識的看，看完之後就覺得會很有成就感。因為其實這種東西真係如果表演俾人看啦，唔係講自家嘅面冇，自家嘅面冇乜用。我說多多少少一天同人有接觸到，但其實這去表演嘅地方，大部分很容易重合吧。
大部分都是在像是以前在跑的话，都是学校的社团有办活动，那我们就会比如说就是办一些他们的活动啊，还有表演的话，我们就会争取上去做表演给大家看。咁从我哋一般人嚟講，我哋接觸到騎士嘅時節，我哋係咪一開始一定要先學一些道具啦，學一些乜嘅？騎士的入門要學乜嘅呀？我们都会先从，比如说先道具，就是基本上的先了解，就一定会有道具嘛，会想说这道具很厉害，就是会去花钱去买这个道具来玩。那基本上你要练习的话，就是没有道具的，像是扑克牌啊，练那些的手法，还有这些手法你要练到很厉害、很会，你才可以觉得，你才是有练到魔术这一块。嗰時一開始係用唔係道具嘅東西，譬如講像撲克牌，像硬幣算是道具嗎？硬幣也不算是道具，它是完全是純手法的。用牙書法把邊磨到，本他亦看唔到而唔解係嚟安尼吼。嗰時嘅係一種手法，一種手法。像安尼書法來講嘅話，一般人要練一久啊。一般人哦，應該講你這個練一久，來練呢，將近快1年才學會這些魔術。你講嘅撲克呢一排講同嘅硬幣嘛，係啊，嘛練嚟差唔多要1年啦。1年。然後我本他人看到講，其實第一個熟練聽一路正式睇嘅表演嘅時間唔會出差。就是也是要去練習啊，要沒有練習的話，你去表演的話，那你出錯的話，人家覺得，這個魔術院，你這個魔術師是會表演錯的，沒有練習好才表演給大家看。對，等於是你這個我沒有把自己的功夫給他練好，你就上台了，對啊，如果出錯，可有安尼經驗嗎？是有，是啦。以前剛學的時候，就是覺得在練習的時候，都練習都對的。可是遇到陌生人之後，就可能一開始緊張，不知道為什麼，就變錯了。變錯稍微沒關係，就是可能就是覺得還沒有練很熟，所以才會變錯。而且以前睇嘅學校嘅社團啦，無論講學校表演地方，其實應該講睇緊一路學生嘅啦，嗰時候唔會按要求嘅一件事情。像這個譬如講你這個喺個聯絡嘛吼，這個帶埋行業，你這個會參加一些客家嘅活動。來有參加過一類那個崇知那邊的客家莊，那邊表演給社區給表演給阿公阿媽看，還是表演一些魔術啊，表演完之後叫阿公阿媽去折一些氣球，因為阿公阿媽他們雖然就是不太沒有力氣去折，可是他們會覺得他們折出來的成品帶回去給孫子。他們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冇唔錯。尤其係孫咧看到阿舅嘅啦，冇咧係話，我覺得哇，佢厲害。但是而家雜嘅時節，阿公阿婆應該感覺到佢哋講嘛，遇到人佢講胖胖嘅呀。係啊，他就是一些阿公阿婆，他們都是會覺得，會怕那種聲音，那叽叽呱呱那種聲音，他會崩，他們就是覺得我會跟他們說，就是慢慢折，那或者就是教他們去怎麼去慢慢去磨啊，去折啊。那店他們是有自己折出來一個花啊，他們有帶回去給孫子。他們說，因為回來的他們的反應給我們的回饋，他們說阿公阿媽帶氣球回去給孫子，然後他們很開心。我覺得希望下次還有這個活動，因為社區很少有魔術跟氣球，因為基本上都是跳舞啊，要不然就是什麼媽媽教師教他們怎麼煮飯啊。他們說他們很少接觸到魔術跟氣球這一塊。真係我唔錯，因為像一般都真係都搞嗰個錄音用啊，去創作啦，哈，去練習某個運動啦，冇得做某個東西啫。但是其實一部分吼，尤其係你自己帶來嘅，當然講其實唔係每個人都會變，哈，嗰種你自己可以去變別人看以後，但是胖胖嘅應該佢當然都會，哈，應該搞會會啦，哈，當場都會搞會會，嗰時變成講一方面可以先看表演，一方面底下又可以聽到你好，安尼集安尼胖胖嘅，嗰時只係也安尼發通連續下來嘅話，我相信幫人嘅斯坦人來講應該會過聽啦，有個聽。係，但是頭你即個有講到，其實唔係幾好睇，做餐飲啊，咁向來做乜嘅要上到即個開公司咯。即係你講到即個做下要好呀，
把烧肉店做下去啊。是没错，可是就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就是还是会有活动进来，那我会觉得，可能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当兵以前去烧肉店那边一直做，那要当兵了我就辞职了，那等于想说我会想说就是跟爸爸妈妈公他说，我不要去就是不要去上班了，就是做活动这一块，可是那时候烧肉店缺人。那时候缺人，他说那边就是好回去帮忙一下，就是两边兼着跑，就是这边没有活动的时候，就是去烧肉店帮忙啊，也是可以赚点钱。那等于是烧店也给我很大的自由，就是因为我有活动，我可以请假没有关系，那就去做我的表演。那如果我这边没有表演，我就回去帮忙这样子。等于讲，这是在烧肉店的时间，你这个路又开始在接发通了。接发通有。刚才发通里边，你大部分还表演气势，还是表演那种砸胖胖的那种？有呢，就是折气球啊，或者是表演魔术都有。等于如果这时间，目前作品以前一方面在行业店，一方面如果有接发通，但是作品黑的黑，你都希望讲，专心于接发通的部分。这时间接发通等于讲，也量应该是算过大的吧？也冇够太，因为那时候是有跟活动公司一起去配合，就是进他们公司活动公司里面。他那时候想说，就是不然就是烧肉店不要做了，就去做活动这一块，专心于就是做活动这一块。那其实做久了之后，觉得因为表演这个市场太多了，那我就把它转换成气球布置这一块。那因为很少有气球布置，那又会表演。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那我就不如自己去开一间气球店，做一个气球店。那等于是因为做气球呢，每个人都会有需求，都会要，像生日啊、求婚啊、告白这些一定会用到气球布置。那我们会同时这时候会跟他们说，看他们需要什么活动，帮你做企划。那是不是需要那个街头艺人来做个魔术表演啊，帮你做个串场的一些求婚的企划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把活动给包起来，那我们会让他们。等于是可以省下这个麻烦啦，就是又好找表演，又好找布置，又好找这个，那我就一个人可以把全部包起来了。可是一开始对气势的一点爱慢慢的变成一个工作同时，又变成一个需求的布置。休息下我等下我哋买过一道拼好故事，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起来！上到节目，我哋来自屏东联络小品号，同人讲，伊当初很样的对学业的其实慢慢的变成开一个公司。从头到你这样讲，因为人家公司里边除了你这个会其实以外，你这个嘛会用胖胖的去做装潢嘛，哈，都等于讲做一个气球装饰。咁一般来讲话，唔係有所以講，那種人，好，無論講那一場客會搶到你來做氣球的裝飾，同時又搶你的表演氣氛哦。像尾牙季啊、婚礼啊或者生日那些都会比较会有适合的活动，会刚好一起配合，就是有布置完，那就可以顺便表演那些。譬如講我哋講米牙好嘅啦嗬，可是有時些也要搶人做會很忙的，應該唔係講做細細，可能要搶人做一個做門啊、拱門啊，或者是舞台的一些球柱啊、裝飾啊。或者是他们的公司的标志，要把它想办法做出来，或者做个比较不一样的大型的人偶啊，都会有帮他们去客制化设计。但是以前咱讲讲这个其实有去学气势的，但是有冇讲讲唔乃叫去学过也要去那种胖胖的那种装饰呢？就都从魔术那边就是一边学一边去做，那就是那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练习着做布置啊。那就是买光碟啊，还买书啊，还看网络上怎么去做。那或者是人家有做好的成品去拍照，那就是回来去研究一下，说怎么去做会比较快。那有时候就是跟一些老师的活动，那可能就会请我去帮忙当助手。
那就是会从他们当中去学习一下，说，原来怎么做会比较快啊，这么做会比较快，这样子。佢种所有嘅嗰种胖胖嘅作品，比如講你見家現場有看到那胖胖嘅作品嘛，吼，呢個胖胖嘅作品大部分都係用安尼嘅長圖嘅咩？還是講有個蟲啊，有個蟲或是就是不要折什麼的話，像其實比如說做保健，那就是要做的比較長，因為氣會比較多，要做比較東西比較多。那可能是做狗狗的話，它的結太多了。那如果用太長的話，它的氣就一直過去，就都會破掉。所以不等於是留少的話呢，就是會做比較小隻的東西。那如果是做比較長的，或氣灌比較薄的，那就是會做像是保健啊這些比較適合。佢種人講，譬如講，頭都有講到講做門拱門，佢而家邊啲門上面那個氣球，差唔多要太細一樣嘅咯。我們就是會去，以前的話我們是用一些打氣機嘛。那我們就是去挖那個箱子，挖那個洞，那就是去量那個大小。他那時候現在就是開始就是有去接活動場會比較多了，就要去買電動的打氣機，那就是一罐之後大小都是一樣的，就是直接去綁會比較快。啊，能我講，佢一般來講，我發現一啲我哋講裝飾一個活動裝飾的話，差唔多要花1個時間。有時候一些簡單的話呢，可能半個小時、1個小時。那可能比較困難的、比較難一點的，那就是可能會有3個小時、5個小時或者8個小時都會有。咁用這個印象講，這個有接過講最特別的一啲裝飾的一啲案例嗎？有來做過生日佈置，有做過啲他們那個要送給他朋友，那他朋友的話，他請我做個武士。他武士等於是他說他的希望的要求是要170公分以上再高的那種大隻的武士，就是要客製化那一種。那還有做過他是要做把這個牆給包起來，還有他做個一道的拱門，像是走星光大道一樣一大道拱門。那我們那時候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那一場，因為生日佈置其實很少有人會願意花到很大筆的一筆錢。會去做這個一個東西，那一場我們今天總共做了，光是那一隻很大隻的人偶，我們做了3天。那一場佈置，那一天下來，從8點開始做到下午快5點才結束。如前一日都要先做好，好冇？因為你講嘅武士做幾多點鐘嘛哈？咁問題係，你即係看到譬如講今日天的武士，唔能用個相公，唔能用胖胖嘅去做呢？就會像是一些氣球去，比如說編織一些它的零件，之後，那就是開始去編織上去啊。因為氣球不是一衝出來就是變出它的樣子，那我們就是開始說從它的身體裡面開始怎麼去裝飾它的胖為高壯碩的高度這樣子，那開始去連接它的髮型，它的頭髮要怎麼去接。還有怎麼它的零件啊，要怎麼擺在哪邊啊？還說它的手要多麼粗壯啊？怎麼去加盔甲那些都要去一個一個去慢慢的編織編下來，就去組裝上去。嗰種一開始的時間，要先去了解到安樣去雕嘅嗰個東西。咁喺現場先做，還是講可以睇錄卡先做好，然後搬過去呢？現場做來不及，因為現場做，因為那個光是那個武士的話。它光是那些編織就要做1整天了，那等於是我們已經花了3天做那一隻武士，它再過了第4天，然後才開始去灌那些像是它的牆啊、它的拱門啊，那些裝飾，可能就是前一天可能武士結束了，那我們就開始去做我們的這些先把它做好，先灌一部分，那就是現場之後再開始去組裝啊，還有不夠的話，我們再趕快去做，趕快去灌氣。再趕快去組裝這樣子。佢總體都卡做好嘅武士來講嘅話，能用個辦起喏，因為這東西根本危險，一下會篤到嗰種工硬嘅東西，又會癟嘅，嗰時候能用個辦過去啊。我們零件的話都是一個一個都是分開的，那我們就是會，比如說頭先做好一部分，那就是袋子先包起來，就是另外一袋。那它的身體的可能是脖子的盔甲那些，又是一袋。那它的身體的部分呢，又是一塊一袋，那可能它的腳啊，又是另外一袋，那只是現場過去之後，再去把它全部組裝起來。咁呢，做開以後，我哋講人客嘅滿意程度樣嘅呀？滿意就還滿意的，他們就說哦，真的很厲害，能做出一個很高的那種大的武士。
因为他说要做170就好了，那我们那时候我预估做到200多公分，因为他还要用管子在接着他身体，那等于是他的头又做得很大，他等于是做到快200多公分，他的那个武士这样子。看好了过讲吼，佮对象很用的人哦。应该讲，伊迄做不满人的喏，做不也要适应的。还朋友，做不也朋友哦。对。哦，一天几好朋友呢，我把台钱的吼，嘿。可是我们这个嘛地嘛，因为其实以前迄个行业店工作嘛吼，啊这个开店，啊这个开店啊，尤其你这个讲店要开一天就这个卡，你睇联络，嘛算是伊个小地方啦。咁像联络的地方，恁用的去开店以后，恁用的去请银行咯。一开始就是去买广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先去花钱买广告啊。ที่ไหน买广告？那个网络上，他就是会买一些像是一些脸书上的一些关键字啊，这样子。用安的方法，如可以请到银行啊？就是因为会有需求的人就会去搜寻，那搜寻的话，可能因为我刚好有花钱买广告。那他们就会看到说，有这个气球布置，那就会来问一下说，这个时间点可不可以布置啊？他就可能那时候开始慢慢一直花钱。他也花了蛮多钱的，也花了快1年时间做这个。那接下来今年的话就是都不花钱，就是回流客人都是朋友的介绍啊，或者说可能在网络上看到我们评价很好，那还有说因为我们之前在哪边服务过，看到这个作品还不错，他问过之后，那才找到我们这边来。可是如慢慢的，如果有一些知名度以后，同时慢慢有一些作品在外面本摊的人看到，广告的费用都不是花很多啦。但是一开始是多少一天要花一些广告费用，希望其实开一啲联络哈，然后其实算。要讲一开始都有名的一个公司嘛，多少广告费一天要花。但是我想问一下讲，比如讲近郊我抢等，譬如讲我抢等的银行来讲的话，大部分喺那边的人多啊？都会屏东的人。屏东哦，我嗰度我嗰度，譬如讲高雄啦，嗰度台的都市的人呢，有啊，因为其实他们都是会去，比如说要去垦丁玩，那可能是桃园的。不可能找桃园的去布置啊，他可能就是说，看屏东有没有布置的，你可能看到，因为我评价又很好，他就是来找我去布置，去他们的可能他的求婚啊，还说他的生日，他要办给小朋友的生日啊，因为之前有遇过说他们是桃园下来的，那就是给他的老婆一个惊喜，那就是跟我去一直联络，一直密切联络到他们那天要布置的时候，我们就从屏东去到那边去布置这样子。好，原来安尼的情形，好，你几度係有的，我都講病危天來，屏東了，希望講唔得睇，一定到以前先把地方布置好。嗰時安尼嘛應該嘛冇少呢，吼，因為等於講其實唔係本地嘅消費嘅需求。係等於講喺外地人來到屏東了嘅時間，因為你係屏東菜地嘅公司嘛，或是你搶人來服務吧，其實係夠方便。佢搶嘅時間的話，譬如講你這個應該嘛有去過垦丁一啲人佈置吧？有啊，就是都跑垦丁蠻多的。係啊，大部分人用嘅啲安尼我就去垦丁咯。垦丁，弄黑就是生日啊，或是求婚。那他们都会在民宿啊，可能就是会给他的女朋友，或者是说男朋友，或是他的老婆啊，要给他一个惊喜啊，就是那边帮我布置。那就是帮他布置完之后，我们就会离开。他们一进来看到门那个布置，哇，那也是有遇过一个，就是他是可能他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欠他老婆一个求婚。那就等于我要在门旁边嘛，因为我钥匙到我这边，那我就当做是防务人员说，我帮你开个门。那帮他开门之后一打开来，他老婆就说哇，那种惊讶都是。为什么这么跟你把假装你的防务人员呢？因为他们是希望是说，因为他们朋友在里面，他不可能，因为他要给老婆惊喜，不会说他从朋友里面打开门。他们就觉得是说，因为钥匙现在在我这边，那他们也要上来的。他们说，不然就是我假装我是防务人员，那就是帮他们开门。他说，因为帮你开门，到一开门之后，就走进去就开始
可是可以在公司，唔单止會看到各型各樣嘅人同事嘛，發生嗰度個神奇嘅事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為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聯絡嘅偏航，同我哋講一啲特別安嘅地方，嗰神奇嘅部分。呢段節目一開始，我哋都馬上愛請我哋偏航講我哋要用棒棒嘅一隻一隻叫嘅。好，偏航。好，那我現在要這狗狗的話呢，它的充氣呢不要充太飽。哦，我們充太飽。對，因為會破掉。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呢，就是從我這邊打結地方開始折的話呢，我們會折一個泡泡。折一個泡泡，佢將以為啪開。好，彎過來。好，再彎過來。嘿，它這邊轉一圈。哎，相信對幾多人來講嘅話，如果講以為啪開，唔會啪開下。唔會。好，看得到我很猙獰的臉。好，這邊一個泡泡。好，一堆泡泡。它這邊彎過來，一直彎過來，嘿，它可以再小一點，可以那個小一點的脖子可以再少一點氣，脖子那個，好，因為我們的比例抓好一點的話，它的狗狗的比例就很好看。好，彎過來，好彎過，安呢？嘿，外面還是底部？攏可以，好，攏可以，好，安呢？嘿，要轉一圈，又再轉一圈，可以轉小一點，再轉小一點。它這個腳的小一點點，因為你如果你轉太大的話，它就沒有氣。也腳了哈。嘿，大家可以看到我很猙獰的臉，因為我還是會講。來，好，那這邊再折一個泡泡，因為狗狗的身體。好，一直折。安呢？哎，來一樣再折一個泡泡。彎過來，彎過來。高一樣的彎過來，跟前面一樣。前面的腳一樣，哎，小小的彎過來，然後轉一圈，好。先生嘅身體蠻鬼長，我嘅身體已經冇嘅。好，阿弟，好阿弟，嗰度變成我嘅腳嘅腳，個長一些，後腳個短，但是我嘅尾個長。但是好，我嘅頭呢應該愛咬一下啦，嚇，希望佢健康平健康我哋嘅先生，唔會難嘅嗬，唔會難。但是如果講講胖嘅拗到一把我綁係，但是其實看來冇從等想容易綁係。不會那麼難啊，因為其實折氣球的話，其實你要克服它的，因為有些在折的時候是怕那個奇奇怪怪的聲音，還有些人是怕那種會突然折一折突然破掉。那因為其實氣球就是不要一直重複去折它，或是不要有什麼真尖銳的東西刺到它，它都不會破掉。哦，嗰度最後你一擺你提拗過去，好，木件拗，一擺拗過去，其實而冇按腳嘅綁係啦，嗬。咁一般來講嘅話，衝下胖胖嘅標鐵路卡嘅話，差唔多可以標一久啊。可以放多5天呐，4天5天這邊，它不會突然的不見，它會慢慢的一直消氣。對，而且像是那種脖子啊比較少的氣，它會開始慢慢變小。那其實腳這些啊都會慢慢變小，它其實它比較氣比較長足夠的，它就是可以放得比較久一點。冇錯啊。咁你像這個人的表演，研究的一啲經驗點樣？用這個印象過什麼的表演的經驗？印象就是有在那個屏東燈會表演的時候，那有表演過，就是東西道具先擺好放那邊的，那可是可能風太大，也沒有注意到，就是道具被一吹就斷掉壞掉了。哦，其實喺屏東電視喺台灣，我台灣電視喺屏東嘅時間，其實喺太平灣嗰片嘛，嗬，嗰嗰片咧逢櫃台，有時也啱差唔多連啱嗰時也逢過櫃台啦，嗰時也冇注意到，然後作品都，其實很有到，而且你演唔過來。那時候因為也來不及，因為快要表演了，因為這個上跳舞完就換我表演了。
它也没有什么胶水胶带，也没有办法粘啊。那后来是有赶快就是补救方法，就是魔术表演，因为我还有是前面有个魔术。那后面才表演这个很厉害、精彩的魔术。那因为这个没有了，那等于是时间还可能还有5分钟，把5分钟、10分钟。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换成，因为台下很多小朋友，那可能换了气球跟大家做互动啊，那也是结束这一段表演。可是如你都要把个时间去丢满来，可是你这个马上如果有无同样的一个技术上去，譬如讲量本来係量嘅技術嘛，但是馬上如果中間要搞聲音嚟10旁嘅，安尼把個5分鐘去補滿來。對。咁你這個有聽過表演嘅經驗冇？有，我在泰國表演過。哦，你泰國表演過，係蠻有唱咯。那時候是學校的活動，志工活動。那時候就是老師們在問啦，就是剛好是社團活動，他說有沒有興趣去參加？那就是那時候是說當志工。那我就覺得，也沒有出國過，也沒有坐過飛機，就覺得很新奇，就覺得可以去試試看。那因為是在活動的前幾週，那可能就是老師說，那你可以帶個氣球啊，還是帶個魔術，就是簡單的魔術，不用說大包小包那麼多，就是簡單的東西讓大家一起帶過去。那就是在課堂上，就是他們當志工的時候，因為有一部分我們會教小朋友，因為他們是華語學校。对，是他们泰国的小朋友要学我们台湾的一些话。那我们那时候是说邀请我们去那边做一些志工啊。那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是穿插一些表演啊，表演给一些泰国小朋友看，因为他们在那边这样算是偏向的小朋友，所以也没有看过魔术这一块啊。更何况他也不会学到怎么折气球，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课堂上教他们怎么做气球，他们也是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做狗。还有做一些像是保健啊，做一些简单的而已。他们就觉得，学到他们就那些表情都不一样。他们一开始不是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他们在语言不通，就觉得他们学那个语言就是可能就听不太懂，他就可能还在认真在学习。那可能就是看到因为我不一样的东西进来了，他们就开始就精神都起来了。那所以他们因为有些还是不懂会问，可是因为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嘛，那就是会想办法就是用肢体的方式，那就是跟他们说怎么去做啊，那就做一次啊，用手的方式去呈现出，这是一只狗的怎么做，它一只保健呢，怎么把它做出来。我相信新人的啦，尤其係新人的看到有啲東西，都一天比嗰種課本過好啊。同時講，伊冇看過按程式嘅東西，然後透過一啲簡單的找，又可以找出一啲氣味啦、香啦或者機會。我相信他跟你如果說哦。這堂課比較有趣。對。跟住唔知㗎，去泰國古來以後話，你會發現到講，當然用嘅技術，我不用我哋嘅觀眾朋友，比如講參加人，會馬上不想到。還是會有一些像是一些表演的一些技巧小東西，那其實像可以帶一些，我上次是帶一些撲克牌表演，那我上次去表演一些撲克牌，表演給一些小朋友看啊。其實是簡簡單單的表演，然後帶出他們的很驚訝的表情。所以說，可不可以讓我們看一下撲克牌的小表演，好不好？好啊，那我今天有帶一副的撲克牌，我用一整副撲克來去表演好了。咁從呢一牌嚟講嘅話，我一直都認為魔術師的呢牌係有機關的呢。都沒有什麼機關，就是一般的撲克牌。那一般的你就一般的撲克牌而已，那只是它的。比較滑而已，它會比較滑，比較好表演。因為其實在表演魔術的時候，撲克牌其實很傷。對。那我表演一個魔術給主持人看。好，那主持人，請你1到52張幫我選一張牌。好。第7張。第7張，1、2、3、4、5、6、7。第7張幫我確認一下。好，我看到了。OK。好，簡單的切個牌。做個簡單切牌。OK， 好，一樣幫我撥牌，幫我喊停。好，開始。好，停。這邊。好，一樣1跟2呢，可以幫我選你喜歡的。我選一呗。要不要換？不是。好，那你選這邊，放這邊。好，你選擇在這裡，那這是你不要的。先確認一下前面幾張牌好了，1、2、3、4、5張牌。第一張呢叫做方塊7。第2張方塊 Q。第3張呢黑桃6。第4張呢紅心8。第5張呢方塊 J。再看一次
1、2、3、4、5张牌，我们错，哎，放这边，压住它。5张牌这边，接下来要做个1、2，一张牌这边有看见吗？没有看见，没看见，再这样子，翻过来之后呢，放进去里面。那刚刚是5张牌嘛？我们错，那确认一下，变成了1、2、3、4，剩下4张牌了。哎，对，好。那唯一最后一张牌，请告诉你的牌是，那个方块 Q， 方块 Q， 确认一下，全部牌都是打开的，是唯一一张方块 Q。谢谢。哎，为什么这么好？哎，也算是一个规拳的魔术了吧？对，是近距离魔术，对不对？你算是规拳的一个起势的。哎，我这么恐怖，我这么有看到，尤其其实对头到5种变成4种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哎，唔错啊，我有冇看到人家属于编那些编那天呢？然后最慢有拖动来嗰種。哎，敲木也还好，敲完的画人模式的话，差不多1多钱了。我都是社团里面都会去学到的，像是可能会教一些，就是教小朋友社团啊。那我们会依照年龄程度，那不可能小朋友不可能学到这么复杂，因为那是吃手法。那可能国中啊、高中啊，我们会教到会一些这样子魔术。可是像这个今天我哋嗰度嘅學教嘅其實啥要做欣賞嘛哈。可是你這個提嘅做欣賞嘅內容，太不如說個搞樣嘅。都會教一些像是我們會主以道具為主，因為其實教撲克牌的話還是有限制，因為也不是說所有魔術道具、魔術撲克牌，我們也是去花很多心思去學習的。那可能也是會有去花一些老師的教學片啊，會去從中去挑選1、2招去教小朋友。那也不可能說，可能這個老師他教了20招，我們就把這20招給教回去給小朋友。那我們等於是買了教學片，對，等於是小朋友就看我們表演就好了，那學到就好了。那我們就是學，可能買個20片的教學片，那每個老師呢都學1招，就有20招。那我們就會以撲克牌可能就是會以道具。那我們都是1個小時半，我們不會教，可能1個小時呢，就會教這個道具啊，怎麼去變啊。那在變的時候，還是要去練習，練習是很重要。因為很多小朋友啊，或觀眾，他們會覺得魔術道具買回來之後，我知道秘密了，我會變了。可是實際上你在真的要表演的時候，你不會變，因為你不會講話。你知道秘密之後，可是你不知道怎麼去呈現出它這個效果，這樣子。可是觀眾朋友頭都發現到講，其實有問題吼，唔單止講係有一啲盤都可以變，但是你用嚟去變化，你用嚟去表演，開始去本想象了，其實係真係最重要嘅一個技術。今日我感謝片頭人嚟現場的分享到唔同其實嘅故事，謝謝。好，謝謝主持人，謝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啲先生來傾下溝通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